地牧师以及咱所有遮正中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较早，英国人、苏格兰人透早起来讲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God is merciful。就讲今仔是一个好日子，上帝是满有慈爱，咱同心祈祷。天父，阮伫你面前感谢你，将遮尔美好的所在，通过马街博士。伊欢喜献身落一遮，将福音来传遍四乡，成做台湾上大的恩典甲祝福，拢是对上帝来，互一粒马落日殿的牺牲，后来结实做。今仔日会通为着总会所纪念退休团购者纪念主日，罗卜会通到伫即个教会，甲兄弟姊妹做伙共同分享上帝的恩典。愿主说，愿早起伫你的面前，每一人不但用信心，也用疼心来化作行动，关心阮所应当爱关心的。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真欢喜，会通伫我退休第10年的中间，卡踏伫即个台湾教会史的中间，一个真宝贝的一个淡水教会，是我一生的中间。上大愿望甲期待，今仔日实现啊啦！因为牧会40年久来讲吼，拢是干那伫中部地区为着遐个教会在拍拼、努力献身，互鸟不生蛋的教会变生蛋，互无可刮牛的教会变成有可刮牛。迄个是一个上大的欢喜。总是退休了，伊就咧想讲，我退休了要创啥物？我甲我的同学问讲，无牧师啊，你退休了你创啥？伊甲我讲，伊咧等死啦，心内我一个足大的激动，哎呀，退休了甲死吼，可能化长的长号吧。总是感谢上帝，互我退休了，比退休前搁较无用，搁较侪服侍工作，搁较宽阔。这是上帝恩典。退休前，敢若牧会3间的教会，40年久，总是退休后，差不多9年外的时间，已经去200多间无同款的教会讲道。迄是我心内上大的欢喜，甲对上帝感谢。我今仔会通来到咱的教会，看见少年牧师。2年前，大家做伙熟悉，看见5年牧师带小女牧师娘，心内有足大的欢喜。这是伊的故乡，其实前就是马街的一个故乡。伊看到这个土地甲这个风景的时候，就是这啦，要伫这来献身啦，将家己的性命像一个马落去地里，而且为着迄个疼，化作行动。来做医疗、做传福音、做教育，所有设50、60间的教会，而且有设病院，而且有设学校，这是咱拢知影的历史。我若伫想到遮个前人所留落迄个水的脚迹，我感觉后辈人感觉真见笑。当在30年的中间，会通做遮尔大的一个工作，对台湾诚做历史上大的贡献。阮后辈的人，我40年的牧会到底做啥物？嘛常常在思考这个代志。所以感谢上帝，也阁互罗伯有这个机会，为着咱的总会退休传教者这个纪念主日受安排伫咱的教会，实在是一个我上大的。欢喜嘛，上大的福气，嘛要甲地牧师感谢，用我伫即个所在来看见先人所留落上水的产业伫即个所在，所以我真希望礼拜煞了有机会带小女牧师娘，若会通带我去逐所在看看安尼吼，我心内一定会非常感谢，因为这是我做梦嘛袂梦到的一个时刻啦，所以昨暗。我伫迄个新店的
迄个叫做好点饭店，只要1000个人，差不多1000个人的福音餐会中间，咱的黄干事嘛有去参加，大中小的合唱团伫遐甲伊熟悉，伫迄个中间我伫遐有献诗，有淡薄的见证，后来住伫即个中信会馆了，透早就管拼来伫咱的教会，出即个捷运站的时候，淡水教会里对我嘛唔知影，所以你知影讲，这唔知草地人的款咧，感谢主啦！实在是早着是第一个看伫外口遐，哇！管甲牧师翕一个相，翕一个相咧，做纪念，这是你的姑婆所设立的教会，是你的长工设立的教会安尼，所以这个因缘啦，实在是非常亲切，所以对人的内心有一个足大的感激甲欢喜，迄个欢喜有当时也是人袂通形容，只有讲对心中目屎会流出来。那像咱唱歌的时，迄种欢喜心会飙出迄个芬多精、endorphin 走出来共款。对哩，人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人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人会通对思想的中间，伫遐发出伊的表情、内心的迄种的空间的、迄种的听、迄种的感谢，伊会走出来。弟兄姊妹，伊早起我因为时间有限，我甲牧师讲，互我30分钟。真惊老牧师讲的拢1点钟、2点钟就害啦，我真毋茫把半点钟的时间用见证甲唱歌来做伙甲大家分享。毋茫我10点20会当结束若加5分钟不要紧啦我想咱拄所读的圣经，迄是一个足宝贝，特别。这个诗人也是以色列的第2位的王，叫做大卫。到年老的时，伊嘛年老，迄个圣经内面讲，伊有出世，伊嘛有少年，伊嘛有做大人，伊嘛有到老的时，这个人生的阶段的中间，伫遐朗诵伫这个诗篇71篇。其实诗篇的中间有头一半以上，拢是伊的写。拄咱所客用的诗篇23篇。哇！你回忆到伊少年的时，做牧者唱，到来你想迄个人甲羊的关系，对上帝甲人的这种的密切的关系，迄是何等的甜蜜。后来又受竞选，这个家庭的中间受竞选，做上帝一个重要的器躯，做以色列的第2位的君王。所以一个平凡的市人，叫人受高升，做一个王。当时伫一生的中间，伊讲伊我嘛有真侪痛苦，嘛有真侪欢喜，嘛有软弱，嘛有失败，有真侪遮的内心的空间的艰苦，拢总有啦。所以咱讲咸酸甜苦涩啦，的人生啦，这种的人生叫做一个。辉煌的人生是一个彩色的人生啦，一个平凡的人生，叫风平浪静。这个感觉人生嘛无什么意义价值。上帝给咱的生命，就是伫咧风浪的中间呢。那就一句话讲，一个平静的海面，不能够创造出老练的水手。所以伊来讲是一个老练的水手，会当伫家己的生命中间。伫迄个波浪的中间，伫遐来，互伊家己的生命，正出个上帝上伟大的创造者。所以伫诗篇71篇的中间，咱哪读哪感受，特别这白头毛的银发族的人，恁爱搁有特别的感受啊！要如何将家己到年老的时，也搁会通讹了上帝？总是嘛真惊一项，就讲。叫上帝放杀，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抓牢上帝，你要相信这个上帝永远要甲你送到平。所以你的信仰的脚步就要继续一步一步，哪像马街在行这个一脚步一脚印。我定讲，唔敢一脚步一脚印，是一脚步2脚印呐。迄种要将家己的生命伫遐拼落去，献身了。
30年的中间，会通创造这样伟大的事业，来影响咱全人类、全台湾、全历史。这是咱爱大大感谢上帝。总是，咱嘛要对学习，伫咱小小的人的中间，嘛通让咱家己的生命会通点出迄个上好的生命。哪像加尔文讲即句话，加尔文，咱的长老教会创设者，伊讲作为被创造之物是何等的卑微，但若成为上帝有用的器皿，将显出荣耀。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卑微的人，总是你若互上帝用的时，伊就会显出荣耀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马该底下讲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宁愿烧尽呐，不愿互伊朽烂去啦，唔愿互伊朽烂去。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喘气，你都要互上帝用，为上帝来喘，为上帝来行，为上帝来做。伫美国有一个图书馆，伊的壁中间有写3句话，第一句，听念伊袂记哩啦，读阁有印象，只有行出来才会深深了解。弟兄姊妹，这个信仰是行出来。信仰毋是干那听啦听，信仰毋是干那读啦听，信仰要化作行动出来。今仔是总会所定传教士退休传教士的一个纪念日，奉献主日来讲，奉献主日，大家讲奉献主日啦，好，就是爱奉献啦。啊，奉献有分落啊无啊？有无啊？有啦，哈，这啦，这就奉献地啦。啊，咱就是爱特别要来甲奉献的啦。然后是不？你知影咱总会过去这个长老教会的历史，甲一切，拢是前代的传教者拍拼献身，伫未开发的时候，伫还未经营的时咧，因献身了拍拼努力来设教会，来买土地，来建筑。一切这个过程是何等的辛苦啊！历了我40年的牧会，干那买6间厝互教会啦，买6间厝。哇去这种教育大楼啦，去牧师馆啦，做一个社区工作啦。哇，感觉心内心有愧啦。哇，我已经努力，已经拍拼啦，这拢是啊，拢互财团法人，拢互长老教会啦，拢互长老教会。兄弟姊妹，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是上帝。有一摆，我伫台中市的一个加油站，伊的洗手间看一句话，迄句话安怎讲？财产惊二的，功劳老板的，享受暂时的，身体你的，安尼啦，功劳老板的。我讲减一句呢，减啦，生命是上帝的啦，对。最后讲，功劳是老板的，生命财产是囝儿的，功劳老板的，享受暂时的，官一时的，身体是你的，生命是上帝的，哈利路亚！生命上帝啦，上帝若互你喘气，感谢主，儿主今仔日会通卡入伫上帝圣殿，原一人卡袂当来，原一人伊来试车才喘气，敢若喘气，人家一月即爱开3万外箍，敢若为了喘，3万外箍，安尼啊，今仔咱唔免钱啊，喘还佫会唱歌，还佫会行路，安尼，爱感谢主无？哎呀，哈利路亚！咱来讲哈利路亚，感谢主，儿主，你若安尼甲想的时你感谢主，儿主啦！哇，喘气免钱，对无？有的人喘气就爱钱，阮老爸喘6、7年，爱开偌济啊？开200多万，敢若喘啊听，安尼哪听？唔知咩？所以咱伫上帝面前，真爱感谢主，爱儿主啦！哎呀，我若想到马街。我心内足大的感动，讲这个前代，100多年前安尼，这个马街
会通带台湾人来表示伊认同，佮来设病、设学校、设教会，表示伊的伟大疼，性命要甲投落去，弟兄姊妹，咱毋知有投落去无？咱有当时啊，敢若奉献咯，多啊，哎呦，落底啊，有100块、1000块啊，拢捐100块，捐个上细，吼，毋来捐个上大张的。我说你哦，献落去有一个青面人，中华永福教会啊，目睭无看的，我记遐时要募款，啊，迄个目睭无看去的叫做花生兄吼，我牧师你可能毋捌，花生兄，你牧师啊，这一张偌济？这张偌济？我讲1000个啦。哦，啊，这张500，伊个分袂清楚，一张500分袂清楚啊！啊，上大张的5张啦，献落去啦。哦，感谢主，俄罗斯，感谢主，俄罗斯。目睭无看见了，献迄上大张的，佫献遐济啊，佫目睭有看见，啊，就是有看见啦。啊，这100，这1000个，这500，啊，上细张的啦，干嘛呢？对无？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看咱的内心啦，其实上帝看咱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人生。你的做事的态度，你有尊主做大无？你有真正奉献了上帝未？你若真正敢投落、敢落去的，上帝啊，这个人哦，真正疼上帝，上帝必请伊。啊，你这个拢等你惊死咧，帮你惊飞的，这种态度啊，这个做代志都喊妈妈、黑白迄个，这个上帝袂互伊做大代志啦。所以做大代志的人，你看，迄个不共款，伊的行事，伊的讲话，伊的表达，迄个都是有领5000个，俺冇领2000个，拢拍拼认真啦，落去啊，干遐领1000个啊，慢好啊，这主人偌歹，我要带来要扛来扛来，到主人来时哦，啊，你若5000个，佫1000个甲摕来，讲你派一个兵单萝卜，哦，你袂晓拍拼认真，干那惊我安尼，哦，所以5000个人，趁5000转来，1000嘛佫加互伊，好你也看，加倍落去。弟兄姊妹，人的心就是咱做代志的迄个。哦，我想咱的地牧师这真好做代志啦。我安尼看吼，啊听伊讲话声调，我就知啊，这是做代志的啦。哦，这个做代志，嘿，对，咱每一个人就是爱努力打拼，将咱的生命，将这有信心的一个信徒。有一摆我捌去听一个演讲，这演讲才是残障的，伫台顶，伊讲啊，伫个中间演讲足长个地方。马英九有权力，郭台铭有财力，林志玲有美丽。哦，伊讲安尼啦。哦，啊，我想啊，权力有一天会腐化，财力有一天会消失，美丽有一天会凋谢，对不？唯有什么永远存在？信望爱。以赛亚第40章第8节，花会凋谢，草会枯干，唯有上帝永远立定。阮老爸，我伫细汉的时，阮的厝足济田足济啊，足好个地方哦，阮阁请长工，做事业嘛做真大。到一日分财产，阮老爸1分，哦，阮阿叔哦，人分，啊，我嘛1分，大孙呐，大孙顶尾囝加1分，安尼啊。哦，阮老爸做事业做甲事业做啊，有一撮空脚桥，阮厝拢捌人。古早就捌人大风条安尼，安尼啊，哇，迄款的感受。但是我阿公所建设的教会，伫台中中的仁德区长兴基督长老教会存在，伊讲伊要为了上帝国要来拍拼认真，建设上帝的圣殿。哇，即嘛哪大间？我的丈人张约翰长老伫岐山。大洲长老教会嘛是安尼，建设上帝的圣殿，永远存在，诚做众人的祝福。到即卖历史，信望爱，有信心有望有疼心的人，伊是永远存在。啊，那为了家己，为了世间，为了这有一日可能会消失去啦。所以呢，咱兄弟姊妹爱共同来建设这个永恒的事业。啊，咱讲到这来，就是讲，咱爱为着永恒的事业来关心啊啦。顶代这传到这，逐个人吼拼甲吼，啊到老的时也无啥物福利啦。进前福利就这几十外年来，20年来才有的啊。啊，进前无啊，进前咯，阮献身的嘛无啊。58年娶某去牧会，啊，劳保是到73年才有呢，嘛牧会要20年才有开始劳保呢。进前拢无，拢想啊，但是退休了要安怎？退休了要安怎？
哇，即摆有会通加减了，咱感谢上帝啦。但是2年进前，吼，差不多10外里拢一个月领1万啦，阮2个人。安尼拼40年哦，就恁领1万1万哦，好，感谢主，哇，今仔日足好，啊，喘几免钱啊咧，啊，有人就恁领1万嘛，足感谢。哇，去年1月开始算啦，要降了，剩8000啦，哇，经济都歹去啊咧，吼，啊，即摆今年7月初要降1000啦，剩7000啦，哦，阮拢直直降落来呢，我甲遐同工讲，裤大腹互按了哈，吹了啊。吼，吹落去安尼，袂要紧。总诶，若甲真正无钱，咱嘛爱吹落。食白饭饺也嘛袂要紧安尼。爱迄个古早诶精神啦，吼。所以兄姊妹，今仔日就是讲，咱三甲来关心这个退休同学者，因为一年加起来甲发落这个退休诶吼，差太济啦。哇，差几若千万啦。所以咱兄弟姊妹都爱来想着，遐已经退休，啊，伫遐已经拄着难处。甚至一个破病，甚至有的牧师过身去啊，啊有的牧师娘过身去啊，啊有的住院的，哦，我迄顶礼拜刚去探访2个啊，哦，一个中华基督病院去探访，我惊，都安尼认真，愈拖骹愈咧，我还要行落咧，跋倒一个骹腕煞破去啊，哦，啊一个伫迄个原住民的伫埔里的英庄病院，啊伫遐加号病房伫遐咧喘气啊，嘛去遐替祈祷表示总会甲关心安尼。所以我这个中区的区长哦，不时爱有这款的 case 哦，拢爱关心天祈祷感祝。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关心奉献祈祷拢真要紧，毋茫咱学习顶代这宣教师因献身的精神，继续来听惜这个过去来拍拼努力建立这个福音的产业，这个兄弟姊妹，咱的同工。我想我即摆爱关来唱啊吼，唱马街上爱吟的一首的诗歌，吼，伊叫最后的主家。自家，吼，即首咱拢知影，特别做淡水教会信徒，一定拢知影。这是我最近才去安尼看到即个伊的诗吼，啊，我第一听到伊的诗歌，我目屎就要流出来，真的流下来。讲，哎呀，这伟大的人，哇，伊伫安尼将家己的性命拢献上啊！伊讲，我专心所听小台湾啊，我的青春拢总献互你。我专心所听小段，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对云中起空观望全地，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我伊也伫遮眺望无煞。吼，我心袂通过你的台湾啦，我的人生拢总献互你。哎呀，我想咱淡水教会兄弟姊妹一定比我更加了解清楚马家这首的诗是何等的水。来，有无？哎呦，我这，唔是吧？他都爱干书呢？敢有？哦。这首歌当然这个词是马家医师所写的吼，这个曲是郑志仁医师，这有几十个版本哦，我是爱唱这个郑志仁医师。拄仔迄落对咧。
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啊，我青春隆重献了你。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拢伫这。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人，我的青春隆重献予你。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人，我一生的欢喜拢伫这。我在昏梦中看见山岭，在云中起航，观望船队，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话，我以爱的家眺望无线。我袂当看你的台湾啊，我的人生隆重献予你。我心袂通看你的台湾啊，我一世快乐拢伫这。漫我人生的山尾站，在大雁繁华的乡下中，在进来游荡的人来，追着我的心，最后做给。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姊妹有感动无？有无？有拍无啊？我的心袂当挂你的台湾，吼！哎，感谢主。最后我就要亲像这个诗人伫遐所讲，诗篇104篇第330。我要一世人耶和华吟诗，我要活的时，要我的上帝唱歌和乐。最后，我要来唱《You Raise Me Up》，《You Raise Me Up》这首世界真出名的诗歌，就是一个荷兰好声音比赛第一名，迄个Martin Herkens。伊2008年的时，2008拄入经济海啸，世界经济受到足大的打击，伊所拥有的面包的公司嘛，就哪倒落去啊啦。吼，嘛失败落去啊，安尼，煞无头路啊，毋知要创啥。今仔做流浪汉伫街路咧行，明仔载毋知要创啥，毋知影。总有一日，迄个荷兰好声音要比赛，因的查某囝就甲报名，讲咱甲爸爸报名，回去比赛。吼，真正报落去吼，
因爸爸就去唱歌呢，唱一个哇轰动啊！就那咧得了第一名冠军啊！哇，迄个时开始，伊心内足大的欢喜，感想哇，竟然这首歌有感动世界所有真济人。伊阵开始去倒转去伫伊迄个一个所在来关心这个做社会公益甲弱势者，伫遐来唱这个歌来鼓励真济这拄着痛苦、沮丧、软弱的人。所以这首的歌是一个，毋是基督徒，伊来互我。后来我讲，哎呦，遮尔好的歌，我来学看觅咧，安尼。所以我后来有学起来，吼。倒有一暗，我就摕迄个音箱去修理啦，吼。2015年吼，拄2年外前，我摕即个去修理音箱3米卖场。修理伊讲无问题啦。我看到即个3C卖场拢总无人，无人客，敢若几个客户即个客服人员伫讲，会使唱歌袂？伊讲会使啊，好我就这样甲放落去啊，放落去音乐就出来，弹吼，就弹，了唱出来，听第3、4句的时，伊听着讲，我毋捌听到即个声，吼，即个歌声安怎摕手机在我头前歌翕啦，吼，翕咧，头1分钟来点，我甲少年讲，少年啊，认真唱歌。认真唱歌，身体会臃肿起来。唱歌的时，脑部有种 endorphin， 脑内会飙出来，你会健康。这老伯伯都安尼认真啊，对不？美国林肯讲，人生如一篇文章，不在长短，乃在内容。你也无就转去啊咧，转去到11点我就困啊，迄个甲牧师娘过来，哎呦，毋知影迄个中间就已经开始这个。3立电视台去掠着讲，哎呦，有即个人咧唱歌，煞爆红啊！一下过早起就电视就来，3立电视台排第咧我就报出来，我家己遐一个小弟讲，哥哥，甲伫电视台看到你迄个报告新闻的时有看到一个老伯伯咧唱歌，敢要你安尼？我说是咧安尼，了阵所有的电视台拢来啊，去找着我的电话啊！原来你老伯伯你这网络爆红啊，要给你采访啊！安尼采访，尾报纸也来啊，就接受采访啊，尾从澳洲雪梨，阮的一个小弟嘛，阿哥啊，看电视啊，看到你在唱歌啊，讲美国传奇安尼，安尼好啊。后来真就讲，咩德国、法国对啦，世界拢有看到我咧唱歌迄幕啦。我是一个好顶卑微的人。我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老牧师，哪伫咧修理一个音箱，竟然去翕去了，即摆迄个客服人员惊着呢，开始爆红了，迄个人就惊一个要害啊，咁要走无路，我甲点滴讲，怎要安怎？无人来同意啦，咱就甲送出去安怎爆红安尼，惊到一直电手机来甲我讲，老伯伯啊，真歹势，我安尼也无你的同意，就甲你甲你传分享结果就爆红起来真歹势，真歹势，一直甲我 I'm sorry， 是咧，到最后我讲少年人袂啦，我会感谢你啦，我本来就出名你搁互我较出名，甲你多谢啦，这个故事直直起来安尼啦，所以人那边3C卖场，毋免讲林东南牧师啦，毋免捌我的名得啦。你若讲3C卖场美声阿伯啊，安尼 YouTube 拢背出来，都爱加一个阿伯啊，这美声阿伯就拢出来安尼，所有就拢摕出来所以我家足无用的人都要请我唱歌，甚至嘛去厦门唱歌嘛。旧年嘛去迄个师大体育馆呢，去诗歌见证分享安尼。家非常无用啦我讲上帝啊，我这外表看起来将近80岁，听伊个声音差不多50岁，精神差不多30岁加在我的声还阁了会使咧安尼感谢上帝啦毋通加讲话即个意思讲，咱若好消息，就是爱要按赞，讲赞啊！第二咧爱留言，哇，唱了感动，足好。第三个啥？分享。这个福音就是分享啊！这三个赞、留言、分享，咱的 FB 拢有吧？对无？迄拢有吧？来，大家讲赞、留言、分享。
吼，恁就爱安尼啦。迄福音若安尼像马街安尼吼，绝对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哦，就已经大复兴啊啦。吼，所以咱每一个人的性命，这是一个真要紧。今日活出基督的香味，就是安尼。吼，会当吼福音伫咱的生命中间化作种溃烂力量。吼，安尼虽然垂头丧气低头族，现在变成什么？抬头挺胸仰望主的人啦。吼，安尼吼，好，来请迄个马丁迄个出来吼。咱伫这个世间，有时有烦恼，有时有沮丧，有真侪苦难。当然，咱袂记哩，有一个人，伊要来伫咱的边仔，伊讲，伊要来甲咱坐，要来做咱的朋友，来听咱的心声。迄个人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你爱好好抓牢咧。When I am long and low,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 come and my companion be, then like I'm shrinking and waiting in a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bid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the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主耶稣讲，伫世间恁有苦难，都对恁通放心交托我，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互恁得到快乐。耶稣扶持你，互你个人徛伫关山顶。耶稣扶持你。互你经过大风大浪的海面，耶稣扶持你，是超越你家己。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the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the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哦，感谢主，我学到这步上好。过去拢干那用伴奏在唱，吼有声唱甲无声。即摆人甲要做伙唱哦，就咱留一寡声拢互伊唱。吼，我就咱谦起来，吼，这偌好咧安尼。所以感谢主，学了主吼，哦啊，这有当时爱学步呢，吼啊，人留一寡声通吼后面的人吼。我阁有一个啥人唱啊？啊，两个三甲来唱安尼，来学了上帝。伊规一个人有受伊的即个歌受感动，啊，我至少有过若百万的人嘛听到我的声，所以将即个一切拢要归荣光伫咱的上帝，咱同心祈祷。天父感谢你，你的恩典遮尔大，互阮今日也会通活伫即个地面上，是你的恩典。阮即个时少念着马介医师。伫30年的人生的中间，竟然将性命投落去，来疼惜这个台湾的土地，甲这个百姓同胞。伊的疼是比阮台湾人更较疼台湾。主啊，感谢你所留落这一切的产业，拢成做上大的祝福。阮领受这的时，阮来关心疼惜，特别。退休的传教者有拄着真济难处的时，愿意通过阮后一代这兄弟姊妹，用阮的听甲行动来关心奉献，互即个总会退休传教者的纪念日，更有大的财源关心这退休一软弱的上帝你的老萝卜。感谢主，甲阮同在伫你的面前复兴即个教会，成日你所欢喜的。互即个教会伫地牧师领导的面前，中心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拍拼，建立互即个教会成做即个社区的一个大的祝福，成做台湾上大的祝福。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